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冬季季候風正向華南沿岸地區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廣東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失效，應該要注意保暖。現時溫15.2度，相對濕度58%。預測多雲，早晚寒冷，明早市區最低氣溫約11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日間最高氣溫約14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。展望星期五大致多雲，天氣仍然寒冷，周末早上仍然相當清涼，下周初氣溫逐步回升。受冬季季候風及一道廣闊雲帶影響，未來一兩日華南沿岸大致多雲，天氣持續寒冷。預料季候風會喺周末期間被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取代。廣東沿岸氣溫逐步回升，但早上仍然清涼。隨住偏東氣流會喺下周初至中期逐漸緩和，廣東地區天色稍為好轉。預測聽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，強度屬於低。預測聽日顯著降雨幾率為低。跟住落嚟睇埋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伊斯坦堡多雲，北京天晴，孟買有霧，布宜諾斯艾利斯天晴，新加坡明朗，柏林紐約天晴，莫斯科落雪，開羅明朗，馬德里多雲，倫敦落雨，多倫多落雪，巴黎悉尼天晴，東京洛杉磯聖保羅多雲，開普敦天晴，墨西哥城明朗。今次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